啱啱同個客見完律師就講解俾我個客聽買樓嘅所有收費啦。咁其實好多買家咧都唔了解買樓除咗首期啊、按揭啊，仲有啲咩嘅費用。今日我就話俾你聽，你要準備幾多現金，等你成交嗰時唔使嚇一跳。你好，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第一筆費用咧就係驗樓費啦。賣家接受咗 offer 咧，subject 期就開始呢段時間咧，你要安排驗樓啦，唔係法律規定嘅，但係我建議每一個客人都做，因為驗樓咧可以發現你肉眼睇唔到嘅問題啦，譬如漏水啊、電線老化或者結構嘅問題。咁如果你真係發現問題咧，其實可以重新 negotiate 個價錢，甚至乎即係呢個 offer void 咗佢都得嘅。咁啊，費用大概由300蚊開始啦。咁啊，視乎單位嘅大細嘅，咁係驗樓日係交俾呢個驗樓師嘅，唔係你嘅經紀，亦都唔係律師嘅。第二筆費用咧就係 deposit 啦，個訂金啦。咁 subject removal 之後咧，即係解除條件之後咧，你就要喺24小時內俾呢個5% 嘅訂金。即係譬如80萬嘅樓咧，就即係要俾4萬蚊啦。咁啊，最後係計埋入首期入邊嘅，但係你銀行戶口咧要預備好呢一筆數，因為將會以 bank draft 嘅形式交俾你嘅經紀，你嘅經紀咧就會保存喺佢個 brokerage 嘅 trust account 度，未會交俾賣家住嘅。好啦，而家去到重點啦，因為好多人以為咧訂金俾咗就冇晒啲咩大數，其實唔係嘅。成交當日咧仲有3筆現金等住你去俾嘅。第一就係Property Transfer Tax 物業轉讓稅，呢個係最多人唔了解嘅一筆。譬如80萬嘅樓咧，嗰個物業轉讓稅咧就係14,000蚊，成交當日咧係要另外俾嘅，唔係計埋入 mortgage 入邊噶，亦都要係現金。咁啊，首次買家可能有豁免啦，詳細嘅嘢可以睇我上一條片去了解一下。第二個咧就當然你要俾翻費用呢個律師或者公證人啦，咁啊大概1,200到2,000蚊啦。第三就係家居保險啦，做 mortgage 嘅話咧，銀行有機會要求成交前咧，你提供保單先至會批款嘅。咁所以你一定要喺成交日之前嘅1個2個星期咧就要安排啦。咁生效日咧當然係要成交當日啦。最後一樣嘢就係 property tax 同埋 strata fee 嘅調整啦。咁成交當日咧，律師會按照咧入伙嘅日期計算賣家已經俾咗幾多錢啦，幾多嘅物業稅同埋管理費，然後咧就會同你去計算翻究竟你要補翻多啲啊，定話佢會退翻一啲俾你。咁啊，以上每一個款項咧都係買樓嘅成本一部分，而且每樣嘢咧都係用現金準備，唔係計埋入去 mortgage 度噃。咁所以我建議每一位準備買樓嘅朋友咧，喺出 offer 之前咧，都一定計算清楚自己嘅資金充唔充足啦。咁啊，唔好喺成交嗰時先發現有啲咩周轉嘅問題啊嘛。如果覺得呢個 video 有用，就 follow 同埋 like 啦，希望幫到你，拜拜。